欢迎各位观众，欢迎一起锁定台视新闻台收看1100整点新闻，我是郭于忠。新闻一开始，赶快带大家来关心利奇马台风的最新动态。利奇马台风现在速度减慢，路径稍微北偏，但今天依旧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尤其北台湾笼罩在暴风圈当中，首当其冲的基隆，有些地方每当台风来就会淹水。即便目前风雨趋缓，但还是不可以轻忽间歇性大雨。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记者萧秉仪来带我们掌握。秉仪。利奇马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对于北台湾首当其冲。目前现在在基隆的潮境公园，可以看到在这个岸边这边一波接着一波的大浪这样子冲打而来。那么整个浪高大约就有5-6米这么高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现在目前在基隆这边风雨也逐渐的增强。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北台湾这边整个包含基隆、台北、宜兰还有桃园都笼罩在这整个这个利奇马台风的这个暴风圈当中。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些尤其是这个利奇马所夹带的强风跟豪雨事实上不容小觑。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现在在这个潮境公园这一边岸边这一边其实这个一波接着一波的长浪这样冲打上来，事实上是场面是相当的触目惊心哦。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个整个在潮境公园这一边，我们在这个整个利奇马台风所携带的强风跟豪雨哦，好，尽管这个利奇马台风已经要逐渐的这个远离台湾，而且它的整个从强台部分也慢慢的开始减弱。但是它所带来的这个强风跟豪雨也是不能够大意的。那么也因此在潮境公园这一边其实有安巡人员也来到这边来戒护、来巡守。那么最主要就是担心如果有民众来这边观浪的话要来适时的来劝离他们。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在基隆的潮境公园可以看到现在是下着间歇性的一个大雨哦。那么雨势其实还蛮大的。好，不过其实为了这个民众的安全，那么大家提醒大家还是在家里做好防台工作比较好，为了自己的安全。那像目前现场最新情况，再把时间交还棚内。好，非常谢谢秉仪。继续往东走来关心宜兰地区雨势目前逐渐停歇，甚至还有阳光露脸的情况。在苏澳的内皮海湾，就有部分的居民趁着天气变好出来走走。不过因为台风还没有离开，附近还是有海巡人员巡逻，不让民众突破管制线。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陆颖毅来告诉我们。颖毅。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宜兰地区其实从上午开始风雨就有明显的变小，像是现在甚至是停雨的状态哦。其实透过云层还可以看到微微的阳光，而我现在人就是在这个苏澳的内皮海湾，可以看到现场其实还是拉起了管制线，而且一旦有居民突破这个管制线周遭也会有这个海巡人员来做巡逻，以及驱离这个靠近海边的游客。那我们先来听一下稍早访问。我们这边都没有。好像台风没有从这边来啊，现在浪不大。平常就是这样子吗？平常就是这样啊，不会很大。其实附近居民表示以现在的浪来讲，其实不算大，因为通常台风天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沙滩区域其实都是会有这个海浪拍打上岸的，因此现在受到台风的影响其实没有很大，现在的天气其实也还蛮好的，所以附近的居民也都趁着没有雨的时候来到这个人行步道这边散散步。那以上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好，非常谢谢颖毅。最新的交通讯息来关心利奇马台风影响，今天嘉义布袋的交通船全面停驶，只有一班交通船蓝雀号往返澎湖马公，预计10点半出航，下午2点从马公返航。而今天搁浅在布袋商港的货轮，当时有8名船员全部获救，而目前船上总共有8.1吨柴油还有华油全部抽光。海洋污染危机虽然已经解除，但是船上还是有5个货柜没有吊起来，加上台风影响打捞沉船作业暂停，为了避免沉船遭到强风大浪冲离阻挡航道，船公司已经紧急在船头还有船尾绑上缆绳固定在岸上。另外在岸面布设了燃油锁，避免船底可能的渗油渗漏到污染海洋的情况发生。等到台风警报结束之后，风浪变小才会展开打捞作业。
也是最新现场来关心，受到利奇马台风的影响，新北市的淡水区又开始下起了间歇性大雨。在淡水老街有一些店家之前搬出了沙包，做好防台准备。不过强劲的风力还是把名店淡水阿给的招牌给吹落了。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杨翔瑜来带我们了解。翔瑜。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台风利奇马是来势汹汹，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这边又开始下起了大雨了。那不过这边的店家呢，他们是在今天就已经在店门口是堆放了沙包，堆得满满的，就是要来紧急做好防台的准备。不过现在的风势雨势呢，真的是逐渐的越变越强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就连知名的淡水阿给老店，它的招牌也都是被风硬生生的吹到掉落到地面上。那么随着风势雨势增强呢，整个淡水河的河面也是开始出现不平稳的现象。这个浪花呢是一波接着一波又起来，水位也是逐渐的满了起来。那么有很多民众是表示在台北北部这边呢，今天是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台风。不过由于这个风雨呢是一阵一阵的，因此也是提醒各位民众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台风天还是待在家中，尽量避免外出。稍后有更多的台风最新状况将持续为您掌握，先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好，非常谢谢翔瑜。持续镜头转到阳明山来关心，阳明山风雨明显增强，而气象局也预估说今天影响最为剧烈。文化大学外头商圈就有一些店家的招牌被强风给吹歪，详细情形继续交给记者徐玉洁来带我们了解。玉洁。是主播和观众持续带您来关心利奇马台风的最新情形。那我们现在持续的为您守在的是这个阳明山地区哦。那么其实呢，整个阳明山地区呢，在这一次的台风影响的都是相当的大的，风跟雨都是非常的大，因为这个雨也是一阵一阵的下，然后风呢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文化大学外面的这个商圈哦，就有一间知名的连锁素食店，它的这个招牌呢，居然呢是被这个强风给吹到整个倾斜了。那根据店员表示呢，昨天看这个招牌都还好好的，没想到呢过了一整夜，今天呢来到店里，发现经过强台一整晚这样子吹之后呢，整个招牌呢都是被吹到歪掉了，所以他们就赶快呢在现场这一边呢围起了这个黄色的封锁线哦，就是害怕说呢，因为台风还没有结束嘛，那民众经过的话，招牌如果又掉下来的话呢，很可能会砸中人，因此发生意外。那其实呢，整个阳明山地区在这次的这个利奇马台风哦，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其实呢是受到相当明显，民众呢都是非常有感的。所以呢，就在这里提醒民众呢，这一次呢最好是要待在家中，也尽量不要外出。以上是为您在阳明山地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我们先把时间交还棚内。继续再来关心，这是桃园大溪区大英路769巷附近出现了道路塌陷的情况，坑洞大约有25平方公尺。根据相关的单位检测，是因为水管接续阀脱落，造成管内的自来水管冲破了之后，路基掏空，进而导致路面塌陷的情况。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张贝兹来带我们了解。贝兹。好，主播各位观众，从画面可以看到路面出现一个大洞，这是位在桃园大英路的一处道路。目前相关单位先紧急做出应变措施，并且将周围围起，就怕有人车经过。先来听一段民众的说法。大概这边大概多久没有水可以用？大概从昨天6点到现在。原来一开始是民众发现住家停水，外出查看才发现道路坍塌，而起因就是自来水管线破裂。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关闭治水阀并抢修管路，原本附近区域都有停水的状况，预计傍晚4点前才可以恢复供水。不过这个管线破裂的问题，公务局也表示目前还不能确认是不是台风或是昨天地震造成的，现在只能等到台风天过后再安排填补坑洞。以上就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先将时间交还棚内。强台利奇马来袭，今天一大早，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来坐镇指挥，也呼吁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详细情形交给记者陈怡蓉带我们掌握。怡蓉。
好，主播各位观众带你关注一下，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呢，现在是距离台湾逐渐的逼近当中。而今天呢，这个中央各单位呢，其实都不敢大意，包括呢像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原本预计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就会坐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不过呢，他是提早到了7点40分的时候就抵达了。主要原因呢，就是要来关注利奇马呢对台湾的影响。而此外呢，包括交通部长林佳龙，还有内政部长徐国勇呢，也纷纷到场。那稍早情况带你听一下。现在的只是空气，比如说台风走了，那接下来有可能会有大的风雨还可能会来。对啊，所以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对，完全不能掉以轻心。台风还没有走，是的，就这样，是不是？是啊，没有错。我很怕，我很认真听啊，但是因为我不是专家，那你讲很多术语，其实一般民众不用听很艰涩的术语或者专业的语言。好，可以听到呢，其实他们是表示现在风势雨势似乎没有预期的这么强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现在是一个空气的一个阶段。不过呢，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是提醒了，今天呢越晚这个风势雨势呢都可能会越强烈，所以提醒民众还是要做好防台措施了。以上目前现场最新状况，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好，非常谢谢怡蓉。另外一个最新现场来关心利奇马台风来袭，台北市长柯文哲也不敢大意。上午在灾害应变中心听完简报之后，随即到北部流行音乐中心来视察防台准备工作。柯文哲早上也针对了相关议题以及时事受访。这个这样的，这不能怪我的，因为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台风往北偏80公里，知道吗？如果按照原定计划的话，按照原定的路径现在风雨交加，不过它往北偏80公里的话，那个风雨就少很多。不过这样的这个妈祖拜拜还是有保佑，知道吗？这个人家说有时候这个活在世界上还是有点运气，知道吗？他只要偏80公里，我们这个有带来雨量，但是没有带来太多灾害，这刚好。如果真的台风进来，老实讲，这些首长就惨了嘛，这个树倒一大堆，电线全部电缆断掉。哇，老实讲，那大家都要未来从明天开始，大家都要辛苦好，这个假日通通泡汤了。下一题。陈佩琪他在网络上抱怨这145，会觉得有心疼，好像145就是他那这也蛮正常的，因为1450他总不能领了钱不做事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被网军攻击，那也应该的。不然他总不能那些年轻人领了钱不做事，是那种这回事。好，下一题。市长有民调分析，那个年初的时候中间水平还有33%，然后现在过了半年已经流失了1半，那你怎么看？那还有你入党以后，如果你支持郭台铭参选总统的话，你的中间选民的票可以顺利转到他身上吗？没有发生的事，我们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下一题，上你的脸书粉丝页目前被传出掉了将近1万，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以及有传出有侧翼在号召同时退伍的粉丝团，会觉得是绿的网军在打？会。其实每一个动作你做一件事情，不见得100%赞成的。坦白讲阻挡这件事情正反意见都有。有人说你这样就失去了。好，最新消息马上来关心，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传出已经迁户籍到台南，准备要来参选台南第6区的立委。我们马上来听洪秀柱的最新说法。这么艰困的选区，开句玩笑，有人说水里的鱼捞起来都是绿的那么当然要去挑战是很艰苦的，可是国民党不能够说不会打硬仗，不能够说在艰困的地区就没有人出来，所以其实我这一次的动作也是让大家知道这把老骨头了那既然是没有人，那我们去试试看吧，开疆辟土，也为未来的人开一条路，这就是我很简单的一个想法。4年前被换住，现在还愿意帮国民党这样抛砖引玉这样子吗？我要这么说我说了太多的这个，太多了好像很好听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我自己的心境，像当初换住，我一再强调，怎么会没有遗憾呢？那当然会有遗憾了，你们不出来，我出来，而且还是过了好几关那么也很辛苦的走这段路，那一路在换住声当中选举那么当然最后终于被换掉了，怎么会没有遗憾？当然有，可是没有怨恨真的没有怨恨，因为这本来就不是我人生规划的路嘛。
我常讲，国家有运啊，人各有命啊。这个命运当然掌握在我们手里面，但是如果真的碰到像这种状况的时候，如果说出来的能够打天下，我们为了这个整个大局，为了我们更重要的目标，那个人又算什么呢？会不会希望让你有遗憾的那些大佬们也一起来跟你一样挑战？这个问题问得好哈。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说，所有艰困的险区啊，都能够有这些所谓的资深的啊，而且是有资历的啊，而且是有经验的，大家都不妨下来啊，给年轻人做个示范吧。我都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可是主席说他是党主席，怎么可以去挑战？主席当然有他个人的考量啊。那么有的人他不同的岗位上面，有不同的考量，或者有各种不同的顾虑，这点我们也不是好像要刻意来强求，然后勉强，这种事情是勉强不得的啦。但是朱姐，你好像特别提到说，建议把不分区的席次让给年轻人，对，是不是？对，我是很期盼说，这个不分区的，就算不是全部吧。尽量把多数的席次让给这个年轻、有战力哦，而且有论述能力的这些年轻人。那么，也许他一时出来在地方选举不是那么容易，可是他真的是有很好的条件。那么让他做不分区，到立法院去历练，学习怎么打仗，学习怎么样在这个政坛上面怎么样来表现自己。那可能4年以后，他就可以下来选啦。这是一个历练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也是培养人才的一种途径。那您建议去挑战这个艰困选区的大佬，包括这个朱立伦或者是吴主席吗？我不想点名哈，连胜文算大佬嘛，还不算哈。他去挑战应该也蛮有吸票的。其实我倒觉得连胜文像上次台南市长选举啊，就再早一次是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其实我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说法哈，其实到台南去。台南去不怕输，将来就一定会赢。当然很可惜，我说人是各有不同的考量啊。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在艰困选区当中，国民党男性好像不如你的勇气？男人呐、我就不说了。那祝姐是什么样的考量，让你开始就这样突然这样决定？是有人建议你吗？有人来刺激一下，应该这么说哈。当然也是建议，就陈杰啊，本来讲陈杰，这个我们的以前立法院同事，他来看我啊，谈了很多的事情啊，大家都忧虑。平常讲，大家对现在的局面都很忧虑，对国民党也很忧心啊。卖说花花叫不啊，他输啊，不要一张好牌打到最后，这个打得很难看啊，所以他也很忧心。那么同时，他也为这个立法委员啊，是不是真的这个席次啊，能够冲高啊？同时也把这个就是总统的候选人跟立法委员候选人，大家能够真的是一起呵成啊，共同抬高这个气势。所以讲了很多，他就提了这个建议，你们这些资深的为什么不下来选呢？艰困选区现在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提名的。我说我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提名的？他就告诉我哪些地方没有提名。我说不妨考虑他，不妨。我没有一下答应他，我说这是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不过很辛苦的啦。我说我考虑啊，就这样。祝姐有人说您这次是韩国瑜的翻版啊，因为去年韩国瑜是挑战艰困。去年韩国瑜是我的翻版是吧？您这次有点像他，就是当年也是这样挑战，就是挑战这样。但有看到他的。倒也不是啊，因为韩国瑜跟我某些地方很像，但是很多地方是不像的啊。那么可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到台南去挑战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其实不是韩国瑜对我刺激，我就陈杰来跟我讲那番话哈，让我觉得好像有为者亦若是吧哈，为什么不可以开疆辟土啊？也许会输的成本还可能很大呢哈。最前面是那党还要不要征召我们呢？对不对？也许党有更好的人才，那也很好啊。因为我是觉得怎么老没有人出来呢？如果因为这样一刺激之后有很好的人选出来了，那么
当然我们也乐观其成啦，就不一定是要我们出来。朱姐有人说您选这个选区，是因为上次它是新选区之外啦，就是上次的话在东区的话，国民党跳出来是。哦，我真没有考虑这么多啊，因为我知道2个地区嘛，一个就是陈亭妃的选区嘛，一个就是王定宇的选区，好像陈亭妃是第2选区吧，哈，第2选区跟第6哈这2个。那么后来正在打算选哪一个啊？哈，就说陈亭妃那边已经有人了啊，就是已经提报上去啊，有一位这个好像里长吧哈，要来选，所以就只剩下这个，不是挑，就剩下这个。还没有人，剩下这个就是因为王定宇那时候就是当届的最高票，其实那是最难打的。听说他是全国最高票，是不是啊？所以最难打，就是要接受挑战啊。选区现在已经有人选了，谢龙介已经找到了，但你还坚持要选？我不是坚持要选，要看党的态度啊，对不对？我现在出来选是如果党愿意看看征召谁比较合适，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我个人没有说特别要。然后谢龙介他是说他是有提到说，其实虽然有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看到你出来，他觉得非常的那个振奋啊。所以到时候就是用协调的方式，那可能到时候其实也不用协调了，就你看党中央觉得谁比较合适，就党中央就决定就好了。那祝姐您签级了吗？我签了，对。你怎么看那个王定宇这个立委？您觉得他的优劣，那你的强项会是什么？他很。在民进党而言是个很优秀的人才啊，是个很有战斗力的这么一个人啊，其他就不多说了吧，我们多说人家的好处吧，年轻有战力啊，肯论述，胆子很大啊，但论述立场跟我们当然是不一样，而且是完全不一样啊。祝姐迁户籍之前有跟谢龙介前讨论过吗？我们没有直接跟他讲哈，但是有透过人啊，透过这个传话的方式，让他知道说应该会有这样一个动作啊。所以你本来知道说没有人选，结果你一传话以后就突然有人选了，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我不想做这种揣测哈，所以就由党中央决定啊。祝姐您迁级多久了？然后另外不多久，就这几天。那您接下来会大概就是这几天就开始到台南过去，就是展开自己的这个拜票的行程。这个哪有这样子？这个就是说了就人家搞不清你来干什么了哈。这很多事情，第一个就要看党中央是怎么决定啊，然后我们所谓的要打仗也要有个布局吧啊，要一步步来啊，不是这个想到什么说风就是雨啊，那么还是要思考一下的怎么做。陆姐们形容你是这个女诸葛，写下《出师表》，在脸书写下这个衔接的，您对这个封号？网友要称赞你现代花木兰。要谢谢大家的肯定啊！其实我只是抒发自己的心境而已哈，就抒发自己的心境，有所感啊，就是有所感，没有那么伟大。会不会觉得要找连胜文一起多选一些地方？这样，因为他虽然不算大佬，但也是有吸票能力的。我觉得连胜文你还看他个人啊，他个人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愿？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情啊。那如果说这个选区不论是我或者别人，大家都愿意来帮忙啊，甚至于整个这次国民党的选战啊，不管是总统也好，是立法院也好，大家真的是要团结一心啊。否则看到我每天坐计程车，连计程车司机也都在替我们忧心，可见一般普罗大众很多小老百姓，我们这样说，大家都在替这个党。其实不是替这个党啦，是替台湾的未来感到忧心。那为什么讲到党呢？就是因为看到现在的这个执政党，那实在是让人家摇头叹息哈。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说，是不是有一个政党哈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所以他们真正是替台湾的未来忧心，替下一代在忧心。而且您的声明好像特别引出4年前当时候被换住时的那句话，说是心有所感，对不对？对，完全是心有所感。所以就看党怎么去布局吧。所以不管怎样都不会放弃，特别提到自己不会放弃。不会放弃这个党，这个党也许让人家失望，让人家痛心啊，甚至痛恨不满啊。可是你不能老在那边叹息痛心，你总要有一种行动啊，让大家对他的观感能够转换。也许我们个人的力量微薄
但是呢，总要起来做一个呼吁的一个行动吧啊，这个行动比坐在那边叹息要来得好一点。谢谢，谢谢，好，谢谢。好，刚我们听到就是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他希望能够以身作则，带动蓝军立委的选情。那么洪秀柱也证实，他已经把户籍迁到台南的第6选区，准备投入立委的选战。对于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今天上午呢，这个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他也证实这项消息。不过除了洪秀柱之外，还有其他有意角逐的人选，如何协调？马上来听谢龙介的最新说法。昨天下午，他办公室主任乔主任呢，跟我通电话，他说朱朱姐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台南市党部有听说要报人选，那你们如果要报就赶快报啊。那朱朱姐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子很感佩嘛，他愿意到艰困选区来出征，就觉得很感佩也很感动。那现在因为还没有正式征召嘛，那等我们跟原本的人选再谈一下，看怎么样。那也许朱朱姐可以看这个人选，她如果觉得说她也不错，她现在就是讲她愿意让培养更多的年轻人，这是抛砖引玉啊，这是我们最敬佩的。好，刚刚我们听到就是谢龙介的最新说法。其他再来关心，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向来号称最大柯黑，而现在传出了，其实当年台北市长柯文哲找他喝酒大和解，没有想到王世坚没有领情，还透过尿遁给柯 P 碰了软钉子，才让2个人结怨更深。而柯 P 也证实当年往事，还说以后看到王世坚只会说阿弥陀佛。是49亿，不是49元，要呼吁民进党政府。选票是一时的，可是政策是长期的。有任期的选举制度，加上没有历史观的政治人物，造成今天台湾的政治上的困局嘛。一字一句狠打蔡英文政府，行政院严拟取消印花税，北市将少掉49亿元税收，但柯文哲和民进党的梁子向来不少。贡献我们了，因为这预算省给下一位市长又。最大柯黑王世坚打柯 P 不遗余力。那现在这个骗子主政党的后，组成一个诈骗集团呢。现在却被爆料，当年透过2位绿营议员柯文哲找王世坚喝酒，企图大和解，但世坚情没领情，居然尿遁了。那一进来，柯文哲马上，人家就马上他就倒了，他有随扈嘛，就到了桌上啤酒，他就敬我嘛，他敬我2杯我就喝了2杯。我等他嘟嘟哝哝，几分钟，我马上就起身。我就起身说我上洗手间。我当下不给他们难看。我说王世坚也是奇怪，你跟你同一咨询者，可是其他2个都跟我很好，你把就奇怪，说精神错乱。你有看到他就阿弥陀佛。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更预言，柯 P 阻挡恐怕将会提名区域立委，拉下和自己结怨颇深的民进党新潮流候选人。会针对是某潮流不适任的立委来做一个提名吗？你这个建议不错，回去想想看。和民进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柯市长化身柯主席，2020选战就看恩怨能否两清。记者陈武强、林佳荣台报道。最新消息，赶快来关心利奇马台风靠近台湾，各地都有零星的雨势。早上花莲车站火车停驶，有一些民众根本不知情，问讲就把握这个机会开价来揽客。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庭玉来带我们了解。玉婷。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花莲车站里头的时刻表显示火车停开了，许多民众不知情，跑来才发现扑了空，只好改变行程计划。往旁边一看，工作人员接电话接到手软，就是要回答民众打来询问列车停驶的情况。车站外头也有许多运奖把握机会赚台风财，一部车到罗东价格是3500元，到台北则是6000元。许多民众考虑拼车搭乘，就是为了想用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听听看民众的访问。然后早上来看，现在看会不会恢复就对了。就没有恢复。所以你会选择搭那个吗？就是他们就是包车这样。如果有人拼车的话可以，因为他说6000嘛，然后如果3个人拼车的话，1个人2000是说到哪里啊？到台北火车站。台风利奇马来袭，台铁部分班次停开，提醒民众出门前要记得查清楚，以免多跑一趟，千万要在家做好防台准备。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讯息。
好，非常谢谢玉婷。持续再来关心宜兰罗东市区，经过了一夜降雨之后，今天停班停课，民众也都出来活动。而卖菜的摊贩则说，目前价格还算平稳。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陈英如来带我们了解。英如。好，主播各位观众，宜兰地区经过彻夜刮风降雨，今天上午罗东镇的部分风雨转小。虽然县政府宣布停班停课，但看到天气的状况不算太差，许多的早餐店都还是正常营业。民众也纷纷趁着台风假的空档出门活动，带您听听稍早的访问。有刚刚有风开吗？还好啦，就一般小风雨啊。这一天的台风假可能会赚到。当然啦。生意会较好无？你预期？附近那若无太生意会较好啊。对啊，安怎讲？因为都放假啊。可以听到有民众表示，其实台风没有带来太大的威胁，还有人利用多出来的一天假到钓虾场玩。老板也说，今天没有什么风雨，生意可能会变好。至于罗东市区的菜市场，许多的摊商照常摆摊，就怕收入有影响。但台风天菜价会不会起伏？菜贩透露，其实目前价格都还算平稳，没有因为台风来搅局出现明显的波动，要民众不用过度担心。以上是目前情况。好，刚我们看到宜兰出现了间歇式的风雨，那么宜兰县长也表示说，根据气象局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为了民众的安全着想，才会宣布停班停课。来听县长倪姿妙的访问。天灾地变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根据中央气象局的报道，我们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不能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来改做抵住，安尼是真危险的所以呢，我们为着咱的宜兰县民的安全，所以咱达到这个中央气象局的标准，咱就停班停课好，刚我们听到就是宜兰县长的最新说法。另外再来关心台风来，在卖场里头有一些另类的商机大战，像是有高分子吸水树脂的科技沙包，平常收藏不占空间，如果遇到积水就会开始吸水膨胀，还可以帮忙挡水，避免水淹进家里的情况。另外还有像是具有照明、收音机功能的防灾法宝也很热卖。民众买菜一把又一把抢菜不手软。有的货架上已经被扫空，工作人员忙着补货。叶菜类的，因为还有就是地震的关系，所以我多买一都有储存粮食的习惯。那一定要有一点水，有点干粮。就怕台风过后菜柜品质又不好，抢菜民众挤满卖场，但部分菜价已经先喊涨。8号蔬菜的整体价格平均每公斤来到34.3元，比起上周同期增加3.6%。特别是叶菜类涨幅最凶，地瓜叶涨到每公斤36.1元，空心菜每公斤则是来到34.4元。有些菜都涨了，像葱啊，像绿叶的菜啊，最近都不敢买。还有像是饮用水、泡面跟饼干，卖场的备货量也比平常多出30%。除了民生用品，就连防灾小物也很受欢迎。在遇到台风或地震需要照明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这一台救命宝来应急。如果真的没有电的时候呢，也可以透过手动来充电。不到1公斤的重量，轻巧又方便。除了用来照明之外，还有收音机功能。另外，这个看起来就像是防尘布，其实是科技沙包，里面藏着高分子吸水树脂。打开水龙头模拟淹水情境，没过多久，沙包就开始变厚，至少用1到2次，那所以其实算是比较环保。近1周是较前1周成长了大概有2倍左右的销量。还有就怕突然停电，这台移动水冷扇 USB 供电又方便携带，同样畅销。遇上地震又有台风来袭，卖场里有另类商机大战。记者李一新特别报道。而说到防台，有人为了防台差点没命。原来是台北市万华区一名64岁阳性男子，为了怕自家的树被台风吹倒，所以爬上去锯树，但是不小心脚滑，就从9公尺高的树上摔落，头部撞击地面，当场没有了呼吸心跳。还好在送往医院急救的途中，在救护人员抢救之下，已经恢复呼吸心跳。眼前这棵9公尺高的大树，差一点就让一名男子赔了性命。利奇马台风来袭，所有人都忙着防台，没想到有的人为了做好准备，想要砍树，却不幸从高处坠落。事情就发生在台北市万华区，有一位64岁的阳性男子，因为利奇马台风来袭，怕自己家的树会被强风连根拔起，所以就冒险爬上去，打算锯断树木。没想到不小心一脚踩空，整个人从9公尺高的树上重重摔落，头部直接撞击地面，当场没了呼吸心跳。下来都好像就已经晕掉了，晕掉那鼻子也都流血出来了。
邻居表示，平常男子都会请人来修剪树木，这次偏偏没有，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就这么刚好发生意外。为了防台冒险爬大树摔成重伤，救护人员紧急抢救，在送医途中恢复生命迹象，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记者梁家伟、林秉忠台北采访报道。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持续来关心强台利奇马来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气象主播用野兽来形容利奇马的威力。我前阵子因为车祸，所以有些事情都不记得了。希望你能帮我找回我的记忆。会不会真的喜欢亮亮吧？怎么可能？他就是喜欢上飞了。光信，我跟建阳要去泡店，留你一个人照顾 OK 吧？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鬼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波比。欢迎继续回到新闻现场，持续来关心利奇马来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气象主播就用野兽来形容利奇马的威力。But Likima here is a beast. It is large in its size. It's got a wide eye on it, and it's going to move in toward eastern China, right up into Shanghai, and that's where, largest city in the world. Look at this eye right now. Sustained winds, 220. It's down to typhoon strength, but still this is equivalent to a major hurricane. And as it made 好，持续我们再来关心莫拉克风灾届满10周年，举办了10年感恩晚会，前总统马英九以及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都出席，还跟高雄市长韩国瑜同框。不过温馨的晚会，吴敦义却因为被问了党内整合问题，突然间动了怒气。欢迎我们的马前总统尖叫声！热烈寒暄互动，前任正副总统马英九跟吴敦义以及高雄市长韩国瑜同框参加莫拉克风灾10周年的感恩晚会。身为市长，我们放弃对小林村国赔案的上诉，诉讼的费用不应该再由小林村居民来负担，这是不对的。我个人会全部来承担所有的诉讼的费用。台上这番言论获得民众拍手叫好，但虽说是感恩晚会，吴敦义还是不免被问到2020的整合问题，因为有企业大佬说他把一手好牌打成了烂牌。哪里有什么大佬讲说什么不公平呢？哪里有不公平呢？大家都参加初选了，怎么会不公平？受访时怒呛驳斥，而对于党内该如何整合，吴敦义这么说：2008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大团结。所以立法院跟总统2个最重要的中央的选举都大赢，2018年也是一样啊。喊出要团结才能获胜，但相较吴敦义大方受访，韩国瑜现身时低调快闪，将话题围绕在灾民的权益身上。所以今年12月31号以前，我交代我们市政府的原住民委员会跟经济发展局，一定要让大家走下去。至此的话题全是该如何照顾灾民，不让焦点有模糊空间。因为10年前的今天，小林灾民一夕间没了家园。如今10年过去了，现在他们透过一段段表演，向大家见证自己从伤痛中走出。而身为大家长的韩国瑜，这天避谈政治，也希望带领民众走出伤痛，展望未来。记者徐胜、张崇明、柯陈浩森小组高雄报道。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最新消息持续来关心。中央气象局已经在刚刚11点半将利奇马减为中度台风。另外，再等一下休息之后，广告回来有气象局的最新预报现场。我前阵子因为车祸，所以有些事情都不记得了。希望你能帮我找回我的记忆。会不会真的喜欢亮亮吧？怎么可能？他就是喜欢上飞了。光信，我跟建阳要去泡店，留你一个人照顾 OK 吧？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鬼月来临，台视17Q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
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波比。小猪看错题目，竟想推给鬼遮眼。关于长鼻浣熊，哪一个是错的？现在讲的是错误的，找错误的。熊的鼻子应该是跟浣熊有关。欢迎回来，一起来听气象局的最新预报现场。位置呢，利奇马已经来到台北的东北方，大约是230公里的海面上。它目前所处的环境呢，已经开始呢，逐渐要进入海温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区域，所以强度上来讲，未来它强度会逐渐的减弱，暴风半径也会逐渐的缩小。在今天上午11点钟，它的强度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暴风半径也从280公里已经缩小为250公里，未来会有持续减弱这种趋势。那至于未来可能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逐渐向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海面的同时呢，在今天下午之前呢，北台湾地区的整个风浪还是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沿岸的部分要注意，就是我们预测呢，可能还有9到10级的强阵风。不过呢，趋势上随着它持续的北上，风浪的部分应该会稍微小下来。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也要留意的，就是在我们马祖地区，未来也是暴风圈可能会边缘会有扫过的地方。我们现在预测呢，在马祖地区的风大概也有9到10级的强阵风。那至于的浪的部分，我们预测也有5到6米浪以上比较高的这种风浪情形，也提醒马祖地区的民众要留意。那至于在我们台湾本岛地区的整个未来的下雨的情况，在这里跟大家做个说明。气象局预测呢，未来台湾地区在今天下午之前，因为正好是我们的台风经过北部海面靠近北台湾的关系，一波一波的一些比较强的雨带呢，会影响到北台湾地区，所以我们预计呢，在台中以北一直到我们大台北的山区的部分呢，都会有豪雨到大豪雨发生这种机会。但是从降雨的趋势来看的话，未来可能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北台湾地区呢，从今天下午之前的话，降雨会蛮明显，但是从今天下午之后呢，会逐渐的整个降雨状况会逐渐的减弱下来。倒是有一个地方要提醒的是，台风既然北上，台湾地区会转变为西南风的一个风场，所以在中南部地区的雨量呢，就会持续有增加这种情形。那在西南风未来至少在3天左右，在西南风影响的情况之下，中南部地区的雨量比较大的雨势可能会持续好几天。在这里也另外提醒要注意的就是，台风即使在明天北上远离，在暴风圈之外的中南部，特别是南部的山区，也要提防有比较明显雨势持续的这种现象。另外也稍微提一下说，未来台湾地区受到台风北上之后，西南区的影响呢，在今天下午之后，南台湾地区的风也会比较大一点，因为西南风的建立。既然西南风的建立的话，就代表风浪可能在中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可能还会蛮大的。还有现象，西南风会造成花东地区在今天下午也会有焚风出现这种情形。我们预测至少会有36度到38度之间的高温。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的金门地区，因为受到地形影响，这个地方我们预计也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所以提醒强降雨跟比较大的风浪，在北部地区下午之前会蛮明显，在下午之后呢，在台湾高屏地区的山区的部分就要开始注意，整个雨势也会逐渐的明显起来。另外就是花东的焚风以及金门地区的焚风造成高温的现象，也要特别留意。以上是这一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好，刚我们听到这是气象局的最新预报内容，也提醒西南风影响中南部的观众朋友，未来3天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豪大雨发生的情况。另外，我们再来关心，这是网络上疯传一段影片，里面的箭头不管怎么转，永远都是转向同一个方向。原来这个神奇箭头是日本的数学家设计的错视效果，它是利用数学公式来设计出各式各样的神奇错视，让观众清楚地感觉到眼见不能为凭。把往右指的箭头翻转180度，奇怪，怎么箭头还是指向右边？再转一次，向左转，向右转，不管怎么转，这个箭头都改不了它指的方向。这可不是电脑特效，而是精心设计的错视效果。What we're using is this balance of these angles, and it's all done by tricking how our mind processes the data information that's given to us. 从上面看就会发现，箭头本身其实是不规则形状，从特定的角度来看，就会让人产生怎么转都不变的错觉。把球放到房屋模型尖尖的屋顶上，球不但没有掉下来，还像违反地心引力般向上滚到尖端。连在一块的长方体转一圈就变成圆柱，这些看似魔法的错觉艺术，都出于日本明治大学数学系教授山原厚吉之手。I found that some of the pictures being possible objects can be realized as a three-dimensional object by solving equations. 不是巫术，而是数学。山原教授透过公式精细计算每个角度跟曲折，让大脑无法正确解读眼睛看到的讯息。就算理解了背后原理，也还是看不出端倪，实实在在的体现了眼见不能为凭的道理。你们选民意。国际焦点要来关心中亚的吉尔吉斯前后任总统翻脸，结果爆发了激烈冲突。吉尔吉斯安全部队7号傍晚突袭前总统阿坦巴耶夫的住处，跟阿坦巴耶夫的支持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造成1死36伤。8号再度展开了第2波的攻坚，才成功逮捕阿坦巴耶夫。但是阿坦巴耶夫曾经大力支持现任总统，两个人现在反目成仇，引发了政治危机。7号傍晚，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坦巴耶夫还在村外跟支持者寒暄，没想到下一秒现场枪声大作，民众拔腿四散。原来是吉尔吉斯安全部队发动突袭，要逮捕贪污指控缠身的阿坦巴耶夫。阿坦巴耶夫的支持者极力抵抗，跟警方爆发激烈冲突，至少1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另外36人受伤。攻坚行动以失败告终。安全部队8号再度集结，展开第2波攻坚。这次安全部队成功拘捕阿坦巴耶夫，押送到不明地点。不满政府的拘捕行动，阿坦巴耶夫的支持者当晚走上街头，跟警方再爆冲突。阿坦巴耶夫2017年卸任后，交棒给他钦点的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但阿坦巴耶夫卸任后对热恩别科夫诸多批评，两人反目成仇，引发政治危机。中俄两国在吉尔吉斯都有庞大的经济跟政治利益，想必正在密切关注当地的政局发展。你们选民意。镜头继续转回到台湾，来关心最新的台风消息。台风袭击台湾基隆居民巡视山区，因为基隆7堵靠山的地区在24小时之内降下了73毫米的雨量。其中马林坑马东里的里长为了确保居民的用路安全，清晨5点开始来起床巡视山区道路。里长把路上倒塌的树干还有落石移除，目前情况还算稳定。但是由于地震刚过又有降雨的情况，里长也提醒民众还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我前阵子因为车祸，所以有些事情都不记得了。希望你能帮我找回我的记忆。会不会真的喜欢亮亮吧？怎么可能？他就是喜欢上飞了。恭喜你，我跟建阳要去 pub 店，留你一个人照顾 OK 吧？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艺报道。鬼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
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 Bobby。小猪看错题目，竟想推给鬼遮眼。关于长鼻浣熊，哪一个是错的？现在讲的是错误的，熊的鼻子应该是跟浣熊有关系，不然为什么叫浣熊？跟浣熊独居错的。所以你的答案确定吗？确实是有血缘关系。有。我们是要选错的啊。是选错的，对。你讲要选错的吗？我看错了。对，说那个是有血缘关系。这是鬼遮眼。真的。快下载17M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Surprise！ 放一个吗？哎 ，Stop！ 所有新马的小鲜肉都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呀。路人甲，有人在追我。谁追你啊？喂，好像是警察。要我怎么帮你？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你刚刚先到底这可是我的，是不是？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家来唱《杨丽花》。杨丽花。杨丽花歌曲，忠孝节义，敬请期待。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On top of the world, look all around you. On top of the world, touching the sky. Got my head in a whirl since I have found you. I'm learning to fly. And on top of the world. 每周的早上9点，请准时收看《设计家》。不要只限制在跟盲人的柔道对练，先学会被摔倒，然后才有机会去摔倒别人。这是我在柔道上面去体会到的。你是我的眼。其实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再看得见，我会用更多的音乐的力量再去温暖别人。请锁定台湾名人堂。我前阵子因为车祸，所以有些事情都不记得了。希望你能帮我找回我的记忆。我想参加一个双人的有氧比赛，所以我想问你说，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参加？该不会真的喜欢亮亮吧？怎么可能？他就是喜欢上飞了。恭喜你，我跟正阳要去 pub 店，留你一个人照顾 OK 吧？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我前阵子因为车祸，所以有些事情都不记得了。希望你能帮我找回我的记忆。该不会真的喜欢亮亮吧？怎么可能？他就是喜欢上飞了。恭喜你，我跟正阳要去 pub 店，留你一个人照顾 OK 吧？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鬼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 Bobby。小猪看错题目，竟想推给鬼遮眼。关于长鼻浣熊，哪一个是错的？现在讲的是错误的。熊的鼻子应该是跟浣熊有关系，不然为什么叫浣熊？跟浣熊独居错的。所以你的答案确定吗？确实是有血缘关系。有。我们是要选错的啊。是选错的，对。你讲要选错的吗？我
我看错了，以为说那个是有血缘关系。这是鬼遮眼，真的。快下载 17M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Surprise！ 放一个吗？嘿 ，stop！ 所有新马的小鲜肉都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呀。路人哥，有人在追我。谁追你啊？喂，好像是警察。要我怎么帮你？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你跟那些到底做的是我的，是不是？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家来唱《杨丽花》。杨丽花。杨丽花歌曲，忠孝节义，敬请期待。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On top of the world, look all around you. On top of the world, touching the sky. Got my head in a whirl since I have found you. I'm learning to fly. On top of the world. 每周的早上9点，请准时收看《设计家》。不要只限制在跟盲人的柔道对练，先学会被摔倒，然后才有机会去摔倒别人。这是我在柔道上面去体会到的。你是我的眼。其实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再看得见，我会用更多的音乐的力量再去温暖别人。请锁定台湾名人堂。我前阵子因为车祸，所以有些事情都不记得了。希望你能帮我找回我的记忆。我想参加一个双人的有氧比赛，所以我想问你说，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参加？要不会真的喜欢亮亮吧？怎么可能？他就是喜欢少飞哦。忘记我跟郑阳要去 pub 店，留你一个人照顾 OK 吧？每周1至周5晚间8点。中央气象局11点半最新的预报单已经把利奇马转为中度台风，但是沿海地区还是不能够大意。首当其冲的基隆潮境公园海浪不断的往岸边来拍打，也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更多新闻内容，请您持续锁定台视新闻台。前阵子因为车祸，所以有些事情都不